你仲係每日手動開燈、閂冷氣、拉窗簾，係咪成日出咗門口先發現，弊燈又唔記得閂，冷氣仲開住，電費貴到飛起啊！而家唔使再咁麻煩啦，只要升級 Super Panel 4S， 你個屋企即刻變聰明，一按搞掂所有嘢，生活輕鬆到笑啊！ Super Panel 4S 係你智慧家居嘅終極選擇，無論你喺屋企定出咗街，一個版面就可以控制全屋設備，勁方便，想點就點，隨時隨地輕鬆掌控。按一按個屏幕，燈光、冷氣、窗簾全部搞掂，唔使再走嚟走去按多個開關，爽啊！支援 Google Home 同 Apple HomeKit， 講句 Hey Siri 閂燈或者 Hey Google 開冷氣，即刻搞掂，懶人恩物啊！無論你喺公司 OT 定去嘅日本旅行，用手機 App 就可以隨時攞到同埋控制屋企設備，安心又方便，再唔怕俾阿媽話你嘥電。智能感測技術會自動調節環境，例如光線感測會自動調節屏幕亮度，接近感測會喺你行近時自動開住版面，省到錢做環保，仲可以設定自動化場景，等你個屋企真係變身智慧空間。晨間模式，窗簾自動打開，燈光柔和亮起，叫你起身都特別醒神。電影模式，燈光調暗，窗簾拉上，音響開住，即刻有戲院 feel， 煲劇打機都特別爽。歸家模式，燈光開住，冷氣調到最舒服溫度，返到屋企即刻可以 relax。仲擔心屋企嘅舊設備用唔到？唔使驚，來自紅外線控制，舊家電都可以變智能，唔使再買轉接裝置，慳錢又慳時間。支援 WiFi、藍牙 Mesh、Ethernet 連線，連接穩定，幾時都操控到。安裝簡單，唔使大改裝，支援86型接線盒標準安裝，直接取代傳統牆面開關，即刻升級智能家居。想象下，每日朝早燈光自動亮起，窗簾慢慢拉開，咖啡機煮好熱辣辣嘅咖啡，返到屋企燈光同冷氣已經調到最舒服嘅狀態。科技帶嚟嘅便利真係勁到爆啊！呢啲唔係未來，而係而家就可以擁有嘅智慧生活。立即聯絡 MeLight， 精緻照明，體驗全方位智慧家居升級，等智能科技融入生活，讓未來走進你家。